你俾一張白紙我哋，乜嘢規範都冇，任由發揮咧係最難嘅。等於如果今晚我哋着到特斯圖出嚟係平平無奇，但係如果要隆重嘅話，你要喺個特斯圖入邊去作一個好獨特創新嘅變化咧，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設計面入邊。建築設計師何周禮 Barry 喺過去30幾年嚟不斷往返英倫，親身經歷目睹過唔少倫敦城市嘅變遷，當中好多構思都係當年定性為不可能嘅任務，今日大部分都已經被建成，更加發展成世界矚目嘅項目。點樣將盛事奧運嘅建築物，所謂建築廚餘點樣運用翻佢？除此之外咧，佢懂得點樣加翻啲新嘅元素落去，例如 BBC 其中一個總部，佢就加翻落去啦。例如有酒店群啦、住宅群啦，同埋咧點樣將藝術嘅元素擺翻落去，即是話將唔同嘅體育、民生、藝術共冶一爐。建築設計入邊咧係要好靈活咁去諗一啲嘢。做過設計、做過博物館、做過展覽空間嘅朋友咧，好容易墮一個陷阱。嗰個係一個建築陷阱，就係將個博物館木乃伊化，永遠都係四埲白牆，掛4件嘢喺度，大家平平無奇行入去，用視覺人體嘅 eye level 去望嗰件嘢，掂唔到、睇唔到、聞唔到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好靈活去所謂諗橋。咁喺呢一個 V&A East Storehouse 入邊咧，將一啲唔係一線嘅嘢，叫一個創意又好逼仄嘅結構入邊，點樣令到佢好似言之鑿鑿，好似好特別，同埋佢奧妙之處咧，好似係一個 purpose built 特登咁。其實去過好多朋友都唔知原來係改裝一個舊建築嚟。佢有大量嘅展品唔知擺去邊，但係佢又有一啲建築廚餘，將兩樣嘢嘅 matchmaking 擺埋，產生個化學作用咧就好有趣。擺入一個 warehouse 入邊，可以救翻活化翻一個舊建築，而呢個舊建築咧產生一個好深嘅博物館經驗，啲人係可以 book 而到攞啲嘢出嚟睇，咁呢個經驗咧非常之獨特，又唔係特登諗一個劇本作出嚟。其實倫敦嘅城市嘅規劃咧，喺以往咧都着重咗喺 River Thames 嘅北邊。River Thames 嘅東邊咧就一路都係被遺忘咗嘅。咁好彩20幾年前咧開始咧，發覺東面咧有一紮被遺棄嘅碼頭啊，同埋一啲河道咧係一個好好嘅位置。咁金絲雀碼頭嗰邊咧喺呢20幾年嚟咧，係一個刻意嘅規劃之下咧，就成為咗由一個冇人用嘅貨倉同埋呢個運河用嘅一個空間咧，就變成咗倫敦第2個嘅金融中心。咁呢個金融中心入邊咧，係有個好獨特嘅優勢喺個地點入邊嘅。咁同傳統 Central London 嘅金融中心係好唔同嘅。傳統嘅金融中心喺 Central London 係無所為而為嘅結果嚟嘅。咁但係今日呢個金絲雀碼頭咧係一個刻意規劃嘅結果嚟。咁所以佢好懂得點樣將金融中心同埋將娛樂啦、飲食啦、博物館啦、馬拉松啊，全部擺埋一齊。咁大家著得留意佢嘅規劃成功之處係咩咧？全世界嘅金融中心禮拜6日都係死城嚟嘅，包括紐約。但係呢個金絲雀碼頭咧，星期6日先係見到真章，因為大量嘅活動喺入邊發生。平日就係返工西裝嘅人、金融嘅人，但係禮拜6日咧係去消閒嘅人。所以喺呢個空間嘅嗰個成個嘅運作咧，係照顧到係全方面嘅。以上所見嘅倫敦大型項目，都係 Barry 過往20幾年見證過舉世矚目嘅建築典範，對 Barry 影響深遠，唔單止直接啟發咗佢喺參與中國內地重點國家項目嘅設計思路，都同時延續 Barry 同英國之間嘅淵源。